有袂少女性爱水，甲胸部整甲真丰满，但是整容的方式一定要真注意。高雄有一间病院的整形外科，一年来有5个中年妇女来看诊，拢是少年的时阵，捌使用俗称人工脂肪的奥美定来整胸部，结果即摆胸部毋但变形，阁会痛，只好赶紧开刀甲摕出来。讲即种的奥美定，过去伫咧市面上的美容院，也则是中国拢真流行。但是即摆伫咧国内已经全面来禁用，因为内底化学物质有致癌的风险。摸起来亮亮佮半透明，想要让胸部看起来较丰满，可能就需要这个物件。表面不一样。即摆大部分拢是使用这种色感的材质，不过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真流行，是用这种奥美定的人造脂肪。真侪爱水女性会走去中国或者市面上的美容院注射落，这胸部就升几啊级。不过最近有真侪女患者求诊，拢是少年时阵有选择奥美定，即摆真后悔。这些患者出现的状况呢，就是开始胸部摸得到肿胀、硬块，甚至说有位置跑掉的状况。那像本来是打在胸部的部分，那后来甚至在肚子都可以摸到打进去的东西。这种物质是有害的，甚至有致癌的风险。它是一个致癌的因子，所以就是有可能暴露在致癌的风险下。奥美定研家国内已经伫2006年禁止，目前是无合法的物件。不过早期选择人工脂肪的女性，即马真担心，家己的体内这无定时炸弹，毋知啥物时阵会引爆，会影响健康。